見到呢度碉樓嘅時候呢，我就感受到一種穿越時空嘅文化力量啊！跟住腦海中呢，就彈出咗一個問題啦：華僑咁艱辛建起嘅碉樓，咁點解冇得到更好嘅傳承呢？咁本期呢，就通過呢座寶樹樓，探索一下碉樓背後嘅文化傳承困境啊！咁設計呢座寶樹樓嘅澳洲華僑謝濟仲啊，點解會選擇拜占庭式嘅風格呢？咁有網友就話咧，呢啲表達衣錦還鄉嘅碉樓呢，都是為了炫富。但係呢種炫富嘅背後呢，有冇可能本身就係一種對身份認同嘅迷惘呢？碉樓融合中西嘅建築風格呢，係華僑向鄉里證明自身嘅成功、提升家族地位最直觀嘅方式啊！呢種炫耀嘅背後呢，仲帶有衣錦還鄉嘅滿足啊！咁華僑喺海外呢，就被視為中國人，回鄉嘅時候呢，又被視為半洋人。咁啲鄉民可能欣賞呢種新潮嘅碉樓，但係未必認同佢本人喎。咁華僑嘅洋氣咧，對啲鄉民就產生咗距離感啦。呢種獨特嘅身份焦慮咧，導致佢哋咧始終都喺度揾緊歸屬感。但係無論喺海外定係喺故鄉，都好似一個永恆嘅異鄉人啊！你想要個碉樓勾？啊，醃到嘛？醃，我哋呢度。啊好。連紅晒喎。你一個牆呢啲香港嘅磚揾落翻。好。因為佢多燒你露天下嚟嘅。哦，好。第二個燒兩個。好。佢嘅路上還可以。雷鋒同志。19世紀末20世紀初咧，澳洲咧正喺度經歷緊建築風格嘅變革啊！咁拜占庭式嘅風格咧，喺澳洲一啲重要嘅建築入邊咧就興起啦。咁啊，謝濟仲咧可能親眼睇咗呢啲建築啊，覺得呢啲西式嘅風格好型啊，於是咧就將喺外面見過嘅好嘢咧就帶翻嚟家鄉啊！拜占庭式風格咧就象徵住東西方文化嘅交匯點啊！咁啱好咧就契合咗謝濟仲華僑身份嘅雙重性啊！嗱，呢個唔係單純嘅模仿啊，都算得上係一種文化上嘅消化同埋再創造，係屬於華僑嘅獨特文化語言。咁點解呢種咁獨特嘅碉樓文化，啲華僑又唔翻嚟傳承呢？咁你肯定覺得係蘿蔔頭嘅問題啦。咁我覺得咧，蘿蔔頭最多都係佔2成嘅啫，文化衝突咧起碼佔咗3成。咁華僑身在外國嘅時間越長咧，就會俾一種奇怪嘅熟悉感取代最初嘅新奇感啊！呢啲睇落去完全唔同嘅城市背後咧，其實都蘊含住同樣嘅人間邏輯啊！同樣為生計奔波啦，同樣都希望快啲過節團聚啦，咁同樣都希望俾人哋認可。咁講人話就係咧，無論你喺邊度生活，都要捱世界㗎啦，老細。咁正因為咁樣咧，華僑嘅人生軌跡同埋生存嘅重心咧，都係喺海外嘅。咁碉樓只不過就係故鄉嘅屋企，而唔係文化嘅根啊。咁更何況華僑嘅後代咧，都係喺外國出世嘅，佢哋對父輩嘅故鄉咧就缺乏情感嘅連接啊。碉樓對佢哋嚟講咧，只不過就係一個遙遠、陌生，甚至有負擔嘅遺產。咁肯定冇咗回鄉守護嘅動力啦。咁華僑即使翻到故鄉咧，都會成為文化上嘅異鄉人啊。咁之前睇到一本越南移民寫嘅書咧，有句話就好深刻嘅。喺越南生活得太耐咧，係冇辦法成為一個加拿大人；而喺加拿大生活多年咧，但係就好容易做翻越南人喎。呢種感覺真係好奇妙啊！突然間真係想去印尼大感受一下。喂，好嘢啊，叔！好嘢。係嗰個叔。